大家好啊，我係 Sandy 啊。咁喺開始之前呢，我想講一句，就係最近香港發生咗一場好嚴重嘅火災啦。咁有好多人受傷，亦都有好多嘅家庭受到影響。咁喺呢一度呢，我想向所有受影響嘅家庭送上真心嘅關心同埋慰問。咁喺呢一條片度就唔係話我去評論呢一件事嘅，咁而作為一個海外生活嘅人，睇到呢一啲嘅新聞之後呢，心裏面就自自然然係會有一啲嘅反思啦。咁如果你今日嘅心情係唔想接觸到呢一啲內容嘅，我會明白嘅。但如果你又想聽我講少少嘅心底話，希望呢一條片可以陪到你。我喺英國都好多年啦，咁我覺得生活嘅方式呢都真係變咗好多嘅。咁英國嘅生活節奏當然係好慢啦。咁天氣好嘅時候，你出去行下，你會覺得空氣啦，同埋嘅新鮮感啦，你喺香港係未必感受到嘅。但係慢嘅節奏亦都會帶嚟另一方面好多嘅嘢，係你會即時做唔到嘅。例如處理文件啦、預約啦、跟進一啲嘅嘢、安排一啲嘅嘢，你都要忍耐、忍耐、忍耐，等等等。咁好多香港人嚟到英國，咁都多多少少都會好唔習慣㗎啦。咁因為你都知香港人嘅節奏好快㗎嘛，效率亦都好高㗎嘛。我啱啱嚟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吓，乜嘢都要等嘅，點解會咁㗎？做嘢咁鬼慢㗎，有冇搞錯啊？即係會係咁樣咯。咁但係慢慢又覺得生活原來係有取捨嘅。咁英國係有佢好嘅地方啦，咁亦都有佢唔好嘅地方。咁移民生活就一定唔係完美㗎啦。咁亦都最近屋企人處理咗一啲醫療上嘅嘢啦，咁亦都係等候嘅時間又好耐啦，咁又唔係即時有嘅結果喎。咁喺呢一段時間，我亦都會更加深深咁樣體會到，原來平安健康有人陪你先至係最重要嘅。而喺我思考緊呢一啲生活感受嘅時候，就睇到香港發生咗好嚴重呢一個嘅火災，呢一個嘅畫面真係睇到個心係好唔舒服，係好唔開心。雖然我喺英國，但係每一次香港發生咩事嘅時候呢，我個心都會好唔開心。你會覺得自己離香港咁遠，但係個心永遠都係掛住香港嘅。咁喺呢一刻，我又再次咁深深感受到生命原來真係好脆弱嘅。我哋以為好自然、好普通嘅嘢，例如每日返到屋企有人喺度，例如一餐飯，例如一個平安嘅夜晚，原來全部都唔係必然嘅。呢一種感受對一個移咗民嘅人嚟講係特別深，因為我哋兩個地方都生活過，更加知道安全、健康、陪伴其實係最重要嘅嘢。咁呢件事亦都令到我重新去諗，我哋辛辛苦苦移民過新生活，適應當地嘅文化，其實最後係為咗啲乜嘢呢？好多時候答案唔係生活嘅條件，唔係收入，唔係環境，而係想俾身邊嘅人有一個更好、更平安嘅生活。好多人問我，Sandy，你會唔會回流啊？你會唔會喺英國長住啊？你覺得香港同英國邊度好啊？其實經歷咗咁多年，我都慢慢發現，去或留並唔係人生最大嘅問題。你留喺香港嘅原因，你留喺英國
都有原因，每個人嘅背後都有家庭，有佢思考嘅地方，亦都有佢嘅壓力，亦都有佢嘅理想。但真正影響日子過得好唔好嘅，其實好簡單，三樣嘢。第一，你有冇心安？第二，你開唔開心？第三，你身邊嘅人同埋你自己健唔健康？無論你係咪喺英國生活，當你真正面對人生嘅難題，面對親人嘅健康嘅問題，你會發現生活嘅核心從來都唔係你喺邊一度，而係你同緊邊一個一齊生活。所以我會覺得去或留都唔需要比較，唔需要爭拗，最緊要嘅係你自己覺得舒唔舒服，你嘅屋企人平唔平安，你嘅生活有冇你想要嘅方向。如果你問我嚟英國有冇後悔，我真係會答你係冇嘅，但係比以前會更加識得去珍惜有人喺你身邊啦，珍惜有人同你一齊食飯啦，咁亦都珍惜可以安安穩穩咁樣休息一個嘅夜晚，亦都珍惜同你一齊影一張相。人生有好多嘢真係唔係必然嘅，咁我亦都經歷咗屋企人嘅醫療問題啦，亦都見到香港嘅新聞之後，我會更加覺得能夠平安健康同你自己喜歡嘅人一齊，就已經係最好嘅生活。所以我而家會提醒自己，唔好淨係諗將來幾多年後嘅計劃，但係要學識活好今日，珍惜當下，活好自己。因為聽日發生咩事係冇人知道，今日你會知道發生乜嘢事。多謝你睇到呢一度啊！我知道每一個人對一啲嘅事有唔同嘅睇法同埋感受。如果你願意分享嘅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咁亦都希望，真係希望所有受影響嘅家庭係得到咗支持同埋力量，亦都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咁樣生活。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，鍾意我嘅生活嘅反思，記得 like 同 share 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支持下我啦！有你哋嘅支持對我係好重要㗎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